情緒智商與逆境管理。你喺邊度唔開心啊咩？SP 咯，咪就係咯，仲係 S 飛。我媽之前應承我話，我生日嗰陣送 S 波俾我噶嘛。我而家生日都過咗咁耐啦，我哋提都冇提過咯。之前就出嗰陣，我喺班上面講咗話，遲啲會轉 S 波噶嘛。而家個個轉晒，我都未轉。唔好咁啦，可能你阿媽忙一滯，或者真係唔係好真係忙一滯咧。咁你而家都用 SB 啦，唔一定要用 S 波嘅。你唔好理佢哋嗰啲閒言閒語啦。喂，今日翻嚟食飯啊！隻神魔等緊玩係咁啦喂。咦？喂，你唔係轉部咩 S 波嘅咩？點解仲用一部 SB 㗎？哇！真係你唔驚笑死人哋口咩？真係。我換咗咯喎，使唔使借俾你啊？求我啊！求我可能借俾你咧，係咪先？係咁先啦。情緒智商係指個人管理情緒嘅能力。研究指出，情緒智商越高，人際關係越好，做事嘅成功機會亦都越高。心理學家文尼斯的情緒 ABC 理論指出，引發情緒的是個人的信念，影響他對事件的想法或者態度，繼而影響他的情緒和行為反應。情緒困擾係因為非理性嘅信念造成對事件嘅錯誤理解所致，因此他主張個人主動監察自己的想法，找出挑戰不合理的想法，提出證據去說服自己以另外一個角度睇待問題，以理性嘅信念去減少負面情緒嘅出現。面對逆境嘅時候，保持樂觀正面嘅態度係非常重要嘅。悲觀嘅人遇到逆境只會怨天尤人，相反樂觀嘅人就可能抱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嘅態度，或者將逆境視為豐富自己人生經驗嘅鍛鍊同埋挑戰，轉化為進步嘅原動力，或者以平常心去接受，注重自己所擁有嘅，而唔係失去嘅。此外，一啲覺得自己可以掌握人生嘅人，會相信一切都係出於自己嘅選擇，而並非由命運去擺佈，因而傾向選擇主動承擔起應付逆境嘅責任，積極咁尋找解決呢個困境嘅方法。以下係本校同學訪問張潤恒嘅片段，佢對情緒同埋逆境管理有以下嘅睇法。我人生好簡單，我就為咗想睇聽日嘅嘢，我為咗期待聽日會發生嘅事情，期待下個月會上映嘅電影，想去睇，咁我會一路咬實牙根咁去堅持自己嘅生活落去，咁我希望睇到下到想睇嘅戲，希望可以知道下會發生咩事，即係會，即係例如你追緊漫畫，你會想繼續追落去，咁好多時候困難就會令到你想放棄自己生命，咁我成日都會同好多即係對生命感到厭倦嘅人去分享話：死啦，係咪先？仲有冇啲嘢留戀緊先？你追緊本漫畫追完未啊？你追緊套電視劇追完未啊？但係當你終於追完套電視劇啦，佢就會整個後預告，即係下套劇會做咩咧？然之後咦又好似幾好睇喎，睇埋先死啦咁樣啊！咁睇嚟睇去睇極都死唔去嘅，所以我覺得唯一吸引我會一路去唔理面前嘅困難點都好，都繼續落去嘅原因就係、其實我真係好想，我對聽日發生嘅事情感到好奇，我對呢個世界係好奇，我仲好多嘢想知。喺逆境之中，難免要面對強烈嘅負面情緒同埋沉重嘅壓力，長期嘅壓抑只會影響身體嘅健康。呢個時候，個人就需要透過其他適當嘅方法去舒緩下情緒，例如透過不同嘅渠道去發泄，大喊一場，唱歌發泄，或者通過藝術創作去釋放情緒。而最重要嘅係，等自己嘅身體安靜落嚟，衝動嘅情緒冷卻之後，先會有清晰嘅頭腦去分析事情。運動會使身體製造一種名為安多酚嘅化合物，
有效咁提升正面嘅情緒。睇搞笑嘅電影，例如喜劇等，可以通過呢啲幽默感去舒緩你嘅壓力。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學習認識、接納同埋積極咁面對自己嘅各種情緒，提高整體嘅情緒智商。